新北市沙丁堡这个建案可能是因为乌地基造成边仔厝倒去，加载是无人着伤。目前台记台记者人嘛伫现场，市长侯友宜今仔早起嘛，搁再去关心，嘛强调讲会来帮居民讨赔偿，照顾民众安全。那么来看现场上新的状况。 是记者今日伫咧新北市沙丁堡的六张街艺术应用工地建案地书徛街起倒去的现场，即摆使看到，不管是昨暗时倒去的184号，也是严重起的190号，拢已经互大型机具拆了了。现场也一直有即个大型沙石车入来，甲物件全部拢载走。 因为新北市长侯友宜咧，要针对这个事件来公布因上新的看法，来看伊是安怎讲的。 除了安全检测完以外，因为年关将至，很多受人安置的市民朋友，我们的社福单位会来做好他们在年关的能够得到我们政府的照顾以外，也能够让他们平安过这一年。当然，今天下午我会特别邀请我们公务以及我们区公所相关单位，跟业者、跟市民朋友，大家一起坐下来面谈。 政府的态度非常的清楚，一定是就责求偿，站在市民朋友的这一边。侯友宜表示，着要过年会较保守安地的居民，拢会当得到照顾安全来过年。因为下晡的时阵呢，也邀请公务单位、区公所，也有业者甲市民来共同开会，追究这个责任。以上是来自公司台记者郭富跟林卓凯的新北市连线报道。